奴才圣柱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急召，有何吩咐？你立刻去伊犁找到松云，把他带回京城。可松云将军已被太上皇给定了罪了，皇上。南方剿匪战事吃紧，朕手里必须要有一个会打仗的人。太上皇那儿，朕慢慢再去通融。你此去呀，还要严守秘密，沿途不能让任何地方官吏知道此事。和珅的耳目很广。奴才遵旨。王中堂，京城大臣额勒登堡送来加急折子。好。果不其然，乐宝不听额勒登堡的劝，试图冒险深入山谷，围剿王聪儿和许天德，结果中了埋伏，全军覆没。清兵拼死杀出一条血路，乐宝才捡回一条命来。南方战事危急，必须马上禀告皇上。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乐宝难辞其咎。皇上，臣启禀皇上，乐宝送来600粒加急，他是受了额勒登堡的蛊惑才出征的，结果中了埋伏。但是乐宝与敌人浴血奋战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损失惨重。皇上，臣恳请您严办这个额勒登堡。何大人，在乐大人的这份折子里头有没有提到，当时额勒登堡在哪儿？他因贪生怕死，他躲在军营里躲过了此役。何大人，额勒登堡蛊惑了乐大人，自己却躲在大营里头没有出征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据我所知，是额勒登堡早已推测出会有埋伏，力劝乐大人不要出征，可是乐大人一意孤行，才酿成了这一惨剧。乐大人的这份折子，纯属是推卸责任。这乐宝是受了额勒登堡的蛊惑才出征的。何大人，现在不是争论孰是孰非的时候，剿匪大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剿匪也会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。现在是赶紧想出对策，才是当务之急呀。无论如何，剿匪单靠这个乐宝是不行了。你们快想想，再派谁去合适？皇上，皇后临盆了，太医说是难产。皇上，皇后的事大，你赶紧去一趟吧。这儿的事交给我们，一旦有结果，就向您禀报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，启禀太上皇，官军在川楚连遭重创，南方战事吃紧，如再不想对策，时局就很难控制了。快找永远！太上皇，奴才不知道皇上在哪儿啊！快，叫皇上来跟太上皇商量商量。这，太上皇息怒，太上皇息怒。起来！都5个多时辰了，怎么还没生下来？皇上，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皇后和皇子只能保全一个，请皇上马上定夺。只能保一个，都得给朕保住，否则拿你试问。臣愿受皇上处罚，可眼下皇上必须马上定夺，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了呀，皇上。皇后，谢皇上。快水！皇上说了要保皇后。水，快水！来水！不，要是保不住皇子，我就是活着，也不会轻饶你们的。皇后，皇上没有子嗣，光护江山社稷。只要皇子能活着，我就是死，我也含笑九泉了。皇后，保皇子！
鄂总管刚才说，太上皇叫您即刻去养心殿，不伤剿匪大事。这个时候，即刻去？鄂总管就是这么说的。怎么样？皇上，皇后刚刚认一位小阿哥，现在情况好得很。那皇后呢？皇后现在还不好说。皇上。你在这儿照看着点儿。放心吧。太上皇，乐宝不仅剿匪不力，却有欺君罔上之嫌，应该立即革职查办，另选能源。王中堂，太上皇，王杰偏听俄勒登堡一面之词，这叫别有用心。永言，跑神干什么？你说说。啊，儿臣认为王杰说的有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官儿，皇后娘娘。你要找皇上是吗？我去给你叫。啊，皇后娘娘，你有话要对官儿讲是吗？官儿，你在这陪着皇后，我现在就去请皇上过来啊！快点去。皇后娘娘，咱们议出一个方案来。你想干什么？鄂公公，皇后她要不行了，她想见皇上最后一面，你赶紧让皇上回去好吗？鄂总管。哟，这我可不敢呐！那太上皇跟皇上他们正在商量军国大事呢，擅自闯进去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那我自己进去，要杀就杀了我。那可不行，把你杀了，我也跑不了啊！我不能让你进去。鄂总管，鄂总管，我求求你了，鄂总管，皇后她真的不行了，这是她最后的愿望啊，鄂总管。你别在这儿哭啊！鄂总管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说你是不是重新想连累我呀？皇上怎么还不来啊？纳兰，你在哪儿啊？官儿，你不用着急了，皇上他忙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有些话只能跟你说了，你一定要把话带给皇上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一定会回来的，你再坚持会儿。我等不及了，你要好好听着。我这一走，最不放心的就是皇上和皇贵妃之间的隔阂。我走了，皇上身边又少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如果皇上和皇贵妃他们能够和睦相处，那该多好啊！那我也就放心了。所以官儿，你要帮我劝他们和解了。你要告诉皇上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让他们和解。皇后娘娘，我答应你，可是你先别走啊，小阿哥，你还没有把他抚养成人呢。我只能对不起他了。不过有你呢，我把小阿哥托付给官儿了，你要好好的待他。
我跟你说别在这哭啊！那里边都听见了。德林公公，皇后她不行了，您赶快让皇上回去吧。这事儿你也敢拦？良心让狗吃了。嘿，合着我里外不是人呐！这个小绝户头竟敢骂我，等着瞧！啊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啊？我回太上皇，皇后生了位小阿哥。好啊，朕又得了一个皇孙呢。哭丧着个脸干什么呀？我回太上皇，皇后快不行了，她想见皇上最后一面。啊？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快！传御医呀！奴才遵旨，传御医呀！快！皇后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。皇上，怎么才来呀？皇后娘娘想见您最后一面都没赶上。皇后临终前留下什么遗言没有？皇后让奴婢转告皇上，皇后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皇贵妃的隔阂。她担心皇上身边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她希望皇上能与皇贵妃和睦相处。她让奴婢告诉皇上，这个就是她最大的愿望。皇后还叮嘱奴婢要好好照顾小阿哥。太上皇，皇上，目前内乱有愈演愈烈之势，臣以为应该尽快派一名将军前去督办。可以。好，你心里有合适的人选了吗？盛京将军奎伦堪当此任。这个奎伦嘛，是个会打仗的。父皇看呢？可以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这。奎伦啊，乐宝久战无功，平息乱匪的重任就落在你肩上了。奴才一定竭尽全力，定不负皇上期望。朕相信你会尽心尽力的，但是剿匪啊，还要得法，讲究策略。只要你心在朝廷，做事可以不必拘于一格。朕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？回禀皇上，奴才明白了。奴才将以平息乱匪为宗旨，剿匪与安抚并举，力争早日成功。你是钦差，凡事都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必受人节制。若有困难，可直接通过戴缺亨向朕禀报，朕会为你做主的。谢皇上，有了皇上的这份交代，奴才就可以放开手脚了。皇上，您就等着奴才的捷报吧。好。朕就等着你的捷报。好。启禀皇上，奎伦传来捷报，他刚上任不久，便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收复了3个县，
招安了2万多乱民。好，奎伦果然不负众望，立刻传旨嘉奖，赏黄马褂。何大人，乐宝那边近日战况如何？回皇上，乐宝也在筹划一个大的战役，不久便有好消息。何大人就那么有把握？不信你等着瞧。武大人，你在这封信里告诉乐宝，让他该有点动静了，不然我的面子没地儿搁，他这个总督也保不住，让他快有所动作。好，那我就照何大人的意思写。看看啊！快看看，快想辙，快想辙！何大人都急了，再想不出辙来，我的官就保不住了，你们的饭碗也得丢。乐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南充知县刘清正在秘密同乱匪首领王三怀商议招安的事宜。乐大人可以以谈判招安为由，让刘清出面诱捕王三怀呀。若真能抓住王三怀，功劳可就大了。这刘清会答应吗？乐大人，您忘了，刘清早就想招安了，他试探大人口风，当时大人没同意，只要大人别告诉他实情，就说答应招安了，让他把王三怀招到官军大营谈条件，他一定会答应。只要王三怀一到，大人就这么办。都过了40了，王三怀不会来了吧？他是个讲信用的人，只要他答应了，就一定会来的。他已经来了。王头领，乐大人已经恭候你多时了，快请坐。他就是王三怀。是大人，这位就是王头领。王头领，这位就是总督大人。哦，总督大人，拿教匪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呢？别听！卑鄙小人！我原以为你是个讲信用的人，你竟敢出卖于我！你压下去！你放开我！总督大人，放开我！刘清，我饶不了你！乐大人，放开我！我们说好了要招安的，你怎么把他给抓起来？我会相信你那套狗屁招安之策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想抓住王三怀，抢个大功。太上皇，太上皇，奴才恭贺太上皇。乐宝抓住了匪首王三怀，内乱有望马上平息呀。好啊，有功啊！起来，起来！谢太上皇。太上皇，您老不是老想说想看看这个匪首长什么模样吗？您马上就可以看见了。哎，太上皇，奴才是不是安排一场大戏，咱们一块庆贺庆贺呀？啊？好啊，好啊！太上皇恩准了。是啊，太上皇，咱们也该高兴高兴了啊！青石山，路是水，花花是家。好啊，好啊！花马，停下！快停下！停下！快停下！
份遗诏给我。何大人，怎么了？又胆小了？太上皇马上就不行了，你这会儿不借着太上皇的名义自保，脑袋迟早就得搬家。那怎么写呀？我说你照着写。父皇，父皇要说什么？说戡乱，父皇，儿臣发誓，儿臣一定勘平乱匪，平定西南，早日向父皇奏捷。好。父皇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太上皇驾崩了！太上皇兵变了！从立储至今，我与皇上积怨深矣呀。其实啊，当初第一个看出乾隆爷心思的，那就是我呀。我也不是没想过，顺顺当当的拥立永琰，不就完了吗？大家相安无事，不是挺好吗？可是他呀。他中朱师君的毒太深了，不仅不领我的情，反而要置我于死地，那我是不能坐以待毙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开始了明争暗斗。他想治死我，是我想扳倒他，斗了这么些年，谁也没有胜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太上皇。现在乾隆爷龙御上宾了，那我跟皇上之间可就谁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，只能白刃相见，决一雌雄了。何大人，您就吩咐吧，什么时候动手，我们听您的。何大人，皇上是一国之君，他掌控着军政大权，我们有何胜算呢？你怎么老是长别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？福大人，福大人，听我慢慢说。福大人，他虽贵为一国之君，可是他高高在上，所能掌控的军队那都在城外边呢。远水如何能解了近渴呀？别忘了，吴大人，我还兼任着步兵统领，京畿防务大权全在我手里。皇宫大内的侍卫那是我安排的，这些兵力恐怕想操控一个皇上，已经绰绰有余了吧？啊！事成之后，马上咱们就宣誓那份太上皇的遗诏，废掉嘉庆，另立新君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就算是有人想帮他，已经是出师无名，只好臣服了。何大人神机妙算，招招战先，定能成功。你就说，咱什么时候动手吧？这个时候嘛，国丧期间，废立君主，
这个容易招致众怒啊。等等吧，等乾隆爷的丧事办完吧。好，就等乾隆爷的丧事办完，咱们就立刻动手。哎，不过有一点，现在就要向京城的步兵、火器营、剑锐营、巡捕营的头目下达命令，让他们准备起来，到时候一声令下，马上动手。放心吧，我今晚连夜就把您的密令送出去啊！和珅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皇上，和珅一伙已经在一起密谋，恐怕不久就会有所举动，皇上宜早做部署。果不出朕所料啊。好，朕还就怕他们不闹，他们闹起来，朕正好收拾他们。可是现在形势不利，京畿的防务掌控在和珅手里，就连大内侍卫都是他亲手安排。万一和珅现在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兄，3年以来，朕在别人眼里不过是父皇羽翼下的幼主而已。朕这次就让他们看看，朕到底是不是他们眼里的幼主。高显公，奴才在。大行太上皇帝的丧仪是目前国家头等大事。你身为首席军机大臣，又是跟随大行太上皇帝多年的重臣，自然责无旁贷。朕特命你主持大行太上皇帝的丧葬大典，筹划实施一切丧礼事务。望你能尽心尽力，恪尽职守，不负朕之重托。奴才领旨，奴才一定殚精竭虑，不负大行太上皇帝之厚爱与皇上重托。傅长安，奴才在。丧礼事务繁重，朕命你全力配合和相，协助和相，不得出任何纰漏。奴才领旨。丧礼期间啊，和相的军机大臣、步军统领、福长安的刑部尚书这些职位啊，你们都先放一放，啊，以便专心治丧。奴才领旨。多年来啊，你们蒙太上皇的宠信，所慕圣恩，非他人所能相比呀。为此，朕特命你们在治丧期间日夜值守灵堂，务要善礼，以尽臣子忠孝感恩之心。奴才领旨。何大人，皇上想以我俩委以重任，看来他对咱们要做的大事毫无察觉。我怎么觉着有点不对头啊？咱们现在的处境跟软禁差不多吧？软禁？是啊，经您这么一提醒，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头啊。不管皇上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咱们都得防着点儿。可是何大人，现在我们出不去啊，而且和宫外咱们的人也无法联络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不是很
出去了。父皇驾崩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和珅及其党羽蠢蠢欲动，企图趁机谋反。这个大奸臣，坏事还没做够，这回可得好好收拾收拾他。这些年贪赃枉法，他可没少捞。只要他敢轻举妄动，我们就让他全吐出来。是啊，皇上，这次一定要让和珅伏法，绝不能再放过他了。皇上，此事不可延误了，迟则生变，是时候了。怎么干，皇上？您吩咐。现在形势已经很危急了，不过和珅被朕困在宫中，暂时难以有所作为。朕正好趁机把他外面的党羽剪除，然后再把和珅拿下。好，如此甚为妥当。十一哥，臣在。朕命你为领班军机大臣，密切注意各地军政要员的动向。这。绵恩，臣在。朕命你为步军都统，监管火器营、建锐营和巡捕营，把京城的防务全面控制起来。这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和珅的势力范围，也许会有和珅的死党铤而走险。朕赐给你亡命旗牌，若有胆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里是此举的重中之重，一招失手，全盘皆输。皇上放心，我这里绝出不了半点差错。17弟，臣在。朕命你接管宫内侍卫事务，立刻把宫中的侍卫全部更换为可靠之人，不得声张，不得出任何疏漏。这。多年以来，和珅一手遮天，贪赃枉法，作恶多端，可是各级官员对他却敢怒不敢言。现在到了大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了。戴渠亨，臣在。这2天你就把朕的旨意秘密传达出去，要大家把所了解的和珅的罪行都揭发出来，弹劾和珅。只要证据充分，罪名成立，朕立刻就把和珅拿下。这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朕必须从外地召回几位忠诚可靠的文武大臣进京，协助朕稳定局势。广兴，奴才在。你立刻替朕拟一道密诏，宣两广总督朱世军火速进京。这，皇上还有个好消息，今天下午，总理大臣盛柱已经秘密把苏云将军从伊犁带回京城了。他回来的正是时候，人现在在哪儿？就在盛大人府上。好，立刻传他来见朕。这。你们分头去布置吧，记住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只许成功，否则失败。鄂总管，何大人有什么吩咐？鄂总管呐，皇上恐怕是要向咱们动手了。何大人，不会吧？没时间跟你解释，情况紧迫，咱们得想办法一起对付。何大人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皇上要动的话也是动您呢，这跟我又没什么。你说什么，鄂总管？你居然敢说跟你没什么关系？我的事儿你可没少掺和，别急着往外摘自己。我要出了事儿，我第一个先把你咬出来。何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我是说我帮不了您什么忙啊。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要出了事儿也飞不了你，咱们得一起想办法对付。
告诉你，鄂总管，城里的步兵火器营、剑锐营、巡捕营都有我的人。大内侍卫我也可以调遣，皇上想动我没那么容易。更何况，我手里还有太上皇留给我的遗诏呢。太上皇的遗诏都写的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太上皇留给我一个人的，让我费重家轻，能让你知道吗？何大人，这就有的说了。可我既不能打，又不能杀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是出不去了，你帮我出去传信儿，跟我的人联络。好，何大人您说，要传什么口信儿？传给谁？你先去找何世泰，让他通过皇贵妃严密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，他们什么时间动手，什么地点都要搞清楚。快去！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松云拜见皇上。松云将军，快起来！谢皇上。塞外风寒呢，你受苦了。皇上对松云的知遇之恩，松云虽死难以相报，受点风寒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朕没看错你。好了，闲话少说。现在情势危急，朕知了你车马劳顿需要歇息，可是兵贵神速，不可延误。朕命你携朕的密旨，连夜动身前往承德。你的旧部现在就在那里驻防。朕将你官复原职，你到承德以后，立刻以大将军的身份率旧部赶到京城进交待命。一旦城内军队不服调遣，你立刻率部进城控制局面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臣遵旨。这是密旨，你带好。谢皇上。鄂总管，里边请。哎，鄂总管这边。鄂总管，快这边。来，请啊，请。何中堂要请皇贵妃这几日一定要盯住皇上，皇上若有异常举动，一定要及时向中堂禀报。这个皇贵妃恐怕做不来呀。这有什么做不来的？她天天守着皇上，还能不知道皇上要干什么？鄂总管，我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吧，这种事儿我以后真是不想再干。如今太上皇已经宾天了，这天下就是皇上的。你说，咱再跟着和珅这样跑下去，那不是找死吗？何大人，好，那我就给您交个底吧。中堂大人手里有太上皇的遗诏，您知道这遗诏里说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太上皇要废掉嘉庆啊！您何大人如果现在还不赶紧抢功，将来大事一成，您这一家人必然被株连九族啊！如果有功嘛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封王进爵。何大人，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何总管什么也不必说了，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去找皇贵妃。
这可是大是大非的事儿啊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。你别看他们现在说的天花乱坠的，要是真的皇上被废了，绝没咱们什么好。这事儿万万不行，你得离他们远点儿。我是想离他们远点儿，可是当初又掺和过他们的那些事儿，现在我想摘不清楚了。唉，没想到把咱们逼上这样的绝路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绝不会再跟他们掺和在一起了。好吧，河池那头我先应付着，你在这儿好自为之啊。官儿啊，何大人有令，这几日要密切注意皇上的举动，随时禀报。鄂总管，奴婢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事儿了。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我的小命可就没了。那你就不怕何大人要你的命吗？鄂总管，太上皇都病天了，何大人他还敢跟皇上作对啊？你不要以为太上皇没有了，皇上就能对何大人怎么着了。我在这跟你交个底儿吧。何大人手里啊，有太上皇的遗诏。太上皇的遗诏？遗诏里说的是什么？遗诏？你打听这么多干什么？将来你会知道的。现在呀，你就乖乖的听何大人的话就是了。是。